只需對住窗戶噴幾下，便可以提升空調嘅效率。佢就係窗用節能噴霧劑Samui Aji Sonotogi。無論係炎熱嘅夏季，仲係寒冷嘅冬季，空調已經成為現代生活中嘅必需品。但係空調嘅過度使用不僅增大咗開銷，亦都會加重地球環境嘅負擔。為此，我哋向你推薦呢款節能噴霧劑產品 Samui Aji Sonotogi。本公司獨有嘅雙層結構隔熱專利技術，同樣可以簡單咁服務於你嘅居家生活，為你打造更加舒適嘅室內空間。並且，該款產品屬於水性噴霧劑，具有良好嘅安全性，值得信賴。由於噴霧劑係依靠化學反應附着喺玻璃表面，所以只需要喺噴霧之後抹勻、擦乾，便可以將有效成分簡單均勻咁塗抹喺玻璃之上。噴塗之後，即使用布擦拭或刮擦，塗層都唔會脫落，當然亦都唔會影響玻璃嘅清潔。夏季嘅隔熱效果，下面我哋就為你介紹 Samui Aji Sonotogi 隔熱噴霧嘅顯著節能效果。夏季玻璃窗受到強烈日光照射之後，吸收嘅熱量會同時以相同嘅比例向室內外釋放，呢個亦都係房間悶熱嘅最主要原因。釋放到房間嘅熱量都聚集喺室內，大大咁削弱咗空調嘅製冷效果。使用 Samui Aji Sonotogi 隔熱噴霧之後，可以喺好大程度咁抑制玻璃窗向室內嘅散熱。窗戶表面嘅溫度大約可下降3.6攝氏度。喺呢種作用機理之下，即使提高空調嘅設定溫度，室內嘅空間都會非常舒適。如此一嚟，通過減輕室內空調嘅負荷，空調運轉嘅次數亦都減少咗，從而可以大幅度咁削減電費。呢個就係塗有 Samui Aji Sonotogi 隔熱噴霧嘅玻璃箱同未經過任何加工嘅玻璃箱。從上方對兩個玻璃箱進行光照，25分鐘過後，你可以睇到塗有 Samui Aji Sonotogi 隔熱噴霧劑嘅箱體溫度比未經加工嘅箱體低4攝氏度。冬季嘅隔熱效果 ，Samui Aji Sonotogi 隔熱噴霧，其隔熱作用仲可以用於應對冬季嘅嚴寒，為你提供舒適嘅生活空間。室內嘅熱量好容易通過玻璃窗散失到室外，因此室內供暖設備嘅供熱效果會受到嚴重影響。通過喺玻璃窗上面噴塗 Samui Aji Sonotogi 隔熱噴霧，可以抑制熱量通過玻璃窗嘅逸散。呢種保溫效果可以提高空調效率，大約阻止28%嘅熱量流出，因此可以大幅度咁削減電費。冬季抑制結露效果 Samui Aji Sonotogi 隔熱噴霧劑喺冬季仲具有抑制結露嘅效果。寒冷嘅冬日，由於玻璃窗及其表面溫度下降，室內嘅水分會附着喺玻璃表面上，發生結露現象。成型嘅結露水沿着窗框流淌，會造成窗框嘅腐蝕以及發霉。Samui Aji Sonotogi 隔熱噴霧劑嘅隔熱效果，能夠使玻璃表面附近嘅溫度唔下降，從而大幅度咁削減結露嘅形成速度，將其控制喺原有速度嘅1/3左右。隔熱效果正如你睇到咁，噴塗前後嘅差別非常之明顯。響未噴塗嘅玻璃表面已經形成咗漏水，而同樣條件下，噴塗過嘅窗戶只呈現朦朧狀態。使用方法，下面為你介紹 Samui Aji Sonotogi 隔熱噴霧劑嘅使用方法。我哋需要準備 Samui Aji Sonotogi 隔熱噴霧劑以及2塊乾抹布。旋轉噴霧瓶嘅噴嘴，使三角標誌向上，呢個時候噴嘴為開啟嘅狀態。事先將玻璃表面清洗乾淨，然後向距離窗戶30cm 處進行噴霧。
一般情況下，每平方米噴灑5次。然後用準備好嘅乾抹布將噴劑均勻地塗抹於整面窗戶上。最後用另一塊抹布將玻璃擦乾即可。你只需要響一塊玻璃窗上花費1分鐘，便可以輕而易舉咁令窗戶具有隔熱效果。技術與成果，下面為你介紹用於Samui Aji Sonotoki 隔熱噴霧產品中使用嘅雙層隔熱技術嘅應用成績。該產品被廣泛用於玻璃窗隔熱嘅 SEAG 隔熱膜，採用嘅係同種技術，即係首例喺世界23個國家獲得專利嘅隔熱技術。SEAG 隔熱膜嘅效果受到咗廣大用戶嘅肯定，已經被應用於很多建築物當中。我哋喺辦公樓、公共設施、新幹線等許多地方都可以睇見佢嘅身影。呢啲都好好咁說明咗佢嘅優秀品質同顯著效果。Samui Aji Sonotoki 隔熱噴霧劑將成為你日後環保生活嘅必需品。